风台接近花莲甲台东，花莲县的灾害应变中心完成立即开设，嘛呼吁民众都唔通去危险的所在。进前的三道里风台太麻里甲金峰乡水崩山是真严重，所以早起乡公所甲村民拢开始做防灾的准备。花莲县府早起宣布，沿线海花市警戒区禁止民众入去。海巡署划船人员伫海基仔出入口救警戒线。花莲港内底渔民嘛，甲渔船保护条要来避风台。花莲市区烦恼大雨会造成排水不良，市公所早起派清水沟的车，伫较淹水的所在，赶紧甲水沟清清理。不够了，可能会阻塞。那阻塞的部分呢，那个清洁队人员呢，他几乎每个月都有来清。预估这届风台会直接为花东假一摆。伫三道日风台的期间，台东县金峰乡正新村发生水崩山，土石规个冲入去庄仔内。这届在地人团结起来，做伙做沙包，送去每一户的门口口，希望防止土石搁冲入去厝里。从前天开始就开始制作沙包，发给村民，让村民在自己的家园，先做一个挡水的功能。太麻里乡的沙轮溪，对一届三道日风台来水崩山，甲爆发冲歹去。这个冲歹去的所在还未补起来，居民是真烦恼。乡公所即马赶紧调肉粽夹过来，要暂时先甲爆坏破坑补起来。咱若从今若要撤离，就紧走啊！抗水风台离花东地区愈来愈远，东部海面的风浪增强。花东两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开设，呼吁民众都要赶紧做好防灾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